风靡亚洲的南韩电竞正妹企鹅妹，吸引许多网友们的关切注意。去年12月底更来台湾学中文，大约会待3个月的时间。平常也常会在脸书分享照，当中也有不少火辣照片，完全不逊于企鹅妹。男性朋友们更大呼女神。她除了有精致的五官和小 V 脸之外，更有着傲人的一罩杯身材。她在脸书和 IG 吸引许多粉丝追踪外，同时也是更是英雄联盟 LOL 的玩家，平日也会游戏实况，让许多男网友都直呼想认识。不少网友看到黄冠杰的照片，可爱的脸蛋搭配超火辣的身材，纷纷直呼要脸有脸，要身材有身材，简直是每个男人心中的完美女神。更有人拿她跟企鹅妹比较，直说比企鹅妹正多了。其实早在2017年时，黄冠杰因为去看了周杰伦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演唱会，他穿着平口紧身上衣和热裤，镜头是由上往下拍摄，让他的深邃乳沟一览无遗，模样十分性感，当时就引发热烈讨论。